呢個係回應呼吸空間練習。第一步，覺察當下，可以有意調整一下依家嘅姿勢，返到去一個舒適而覺察嘅姿勢。可以選擇合上眼睛，又或者垂低雙眼，望住前方1至2米嘅一個點，然後讓注意力轉移到去自己身上，去留心一下依家當下自己係點樣㗎？可能係呢一刻身體有咩感覺嘅呢？呢一刻嘅心情又係點樣㗎？可能腦海有冇一啲諗法喺度㗎？甚或乎會唔會有一啲衝動，想做某一啲嘅嘢？以一份溫柔、開放嘅心去覺察一下呢，而家當下自己有啲咩經歷喺度？而當覺得合適嘅話呢，可以進入呼吸空間第2步，收攝心神，可以讓注意力帶到去身體，或者係呼吸嗰個心錨嘅位置，可能係腳踏地嘅感覺，可能係臀部同凳座椅接觸嘅感覺，或者係雙手嘅觸感，亦都可能係呼吸嘅感覺，可能係腹部隨住呼吸嘅一脹一縮，或者係心口隨住呼吸嘅一升一落，或者係氣息進出鼻孔嘅感覺。可以讓心安住喺其中嘅一個地方，藉住有意留心呢個地方感覺嘅變化，讓心安住於身體，安住於當下，喺身體嘅家當中尋回內在嘅平穩、安定。記得，縱然個心可能會不期然游走咗，去咗其他嘅地方，但並唔需要責怪自己，只係需要去有意留意下個心去咗邊度呢？然後再一次溫柔而穩定咁將心帶返到去身體嘅錨當中，繼續留心身體感覺嘅變化。如果覺得合適，可以進入第3步，擴展覺察，讓注意力擴展，包括住整個嘅身體，可能包括留心到依家身體嘅姿勢、呼吸嘅感覺，安坐喺度，感受呢一份嘅臨在。
安住於此時此刻，活在當下。而可以試下帶住一份友善同好奇，輕輕問一下自己：呢一刻點樣回應對自己或者身邊嘅人係最善巧嘅呢？呢一刻做啲乜嘢嘢最支持到我或者身邊人嘅身心健康嘅呢？試下唔需要急於回應呢啲問題，試下容讓呢啲問題好似一粒鵝春石咁樣沉入去心嘅入邊，靜聽心嘅回應。然後可以帶住心嘅回應，以及呢一份開放友善嘅覺察，返到去生活當中，以行動照顧自己。